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9月24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食药署发现一批对泰国进口的肯德基香料有致癌的物质，拢总2000多公斤，业者讲已经退运全台的门市，嘛拢无使用。新北市本土天狗咧个加2个个案，目前已经有6个拢总是第2型的病毒，3界标到天山公园步道封山1个月。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空袭，造成500个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这是2006年以来伤亡上界惨重的一天。美国派部队来因应中东的局势。好，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一桩悲剧，这是家人的警方伫山区找到一个查甫婴仔的遗体，目前尸检已经结束，刷落是会来进行解剖。也那这个涉案的姓黄的男性，也就是死者的老爸，经过检方的讯问了后，是以涉犯杀人、甲遗弃尸体等等的罪嫌，即嘛是刑压禁见核准。这个案件呢，是因为新北市教育局发现有一个查甫囡仔时间到啊，煞无入学，所以开始来找人。警方找到伊的老爸，结果呢，伊才讲原来伊的囝呢已经意外死亡，互伊等伫个家人的山区。也毋过检方是来怀疑讲，这个囡仔可能伫个婴仔时就已经过身，认定伊的老爸嫌疑重大。也那实际的原因是要个需要调查。再来关心的是，食药署公布边境查验的结果发现呢，其中有一批对泰国进口的肯德基的香料是有致癌的物质环氧乙烷，拢总有2000多公斤。即马针对这个事件，肯德基是来强调讲，这批香料已经照规定甲退运，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这个产品。煮甲赤赤的鸡肉是袂少人真介意食的好料理。不过，即马所有风声讲，连锁的素食店肯德基因用的进口调味粉，伫边境去用验出有致癌的物质，引起消费者的忧虑。会很怕，对，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很严重，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孩子，可能导致致癌的物品嘛。对，所以可能会考虑针对身体健康的考量，可能比较不会常去购买。食药署日时公布上新边境查验的结果，其中一批富力餐饮公司为泰国进口的肯德基原味鸡肉的调味粉，互验出有致癌的物件，环氧乙烷有到2000多公斤，按规定都要全部退回或者是销毁。泰国输入的调味粉因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0.1 ppm， 被判定为不合格。都不可医师表示，环氧乙烷伫医学甲工业的方面，正在提来做消毒剂，有的国家批准做农药啊，会当用来分农产品，或者是除害虫。不过，国际癌症中心已经甲伊列做是一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恐惊会增加致癌的风险。长久接触环氧乙烷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大量接触环氧乙烷，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神经病变。针对这点，肯德基发声明强调讲，这批调味粉伫边境封检出来了后，已经按规定退货，并无流入去市场。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这批有问题的调味粉，而且嘛会主动甲无共批号的调味粉交予第三方来检测，确保产品有符合规定。食药署强调讲，伫边境封查落来业者，未来保检产品会变较严格，改做是每一批拢会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食安的问题，继续要来关心的，就是台东部落食阿麦中毒的案件，是造成3个人死亡，目前还阁有2个人是伫咧加护病房咧治疗。疾管署公布上新的结果咧，除了是一个死者未当检验以外，其他11个人是拢有验到农药，也就是托福熊。因为这阿麦内底这台仔的浓度呢，农药是上悬的，检方已经分做他立案来侦办。有家属是来指记讲是安怎拢无通报咧，所以即马是希望台东县府会当赶紧来解释。经过真侪研究里，连续有7个人出院。台东的台仔庄阿伯中毒案，到即马还有2个人持续住院治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妈妈在医院，然后我就过来，我就在顾，有啊，有好转了。住院病患家属就伫身边陪伴，表示妈妈的病况已经有较好啊。不过专案造成3个人死亡，真侪人送医。即马官方搁再公布上新的调查进度。
有11个个案有送检，那血液跟尿液呢都有检出到这个托福松的这个浓度。那12名个案当中有1位是因为他是已经死亡，然后在医院当中没有留存他先前的检体，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替这一位送验。其中一个死者无留检体，无法度送验以外，村内拢有检验，准讲浓度济少无共，啊，毋过胃血也是少，拢有验出托福松。家己食村的检体验出来的量又是同款的，甚至经过了解，所有死者解剖了后，拢阳性反应，等于是12个人体内拢发现托福松。一个同情病患的家属，伫台南县长姚庆玲的面册留话，即期出现头一个个案了后，乃无发现，嘛无通报，要求县政府会当说明。专案疑点真侪，检方也继续调查。案件发生迄当时，警方就捌通知过身阿嬷的后生说明，即马阿伯内底的台仔，也甲精密具内底留的台仔粉，拢验出高浓度的托福松，是毋是牵涉到人为因素？检方嘛分他日案侦办，案件真相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嘉山空军基地是传出哪像食物中毒的意外，拢总有13个官兵甲内部的员工，昨食饭饱了后，就开始吐佮流。目前，这国军花莲总病院甲卫生局已经去现场采检，也那空军司令部是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厘清原因。稽查人员来到基地厨房进行采检，位伫花莲嘉山基地的空军高准部，23传出有几名官兵食过中昼顿了后，暗时陆续出现吐佮流，亲像食物中毒，分别送去驻在各国军花莲总病院。有关水质的检验的部分，我们也做了采检，大概明后天会有一些初步的，包括细菌学的一些报告会出来。那卫生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也会针对食物这些人员呢做粪便的一些采检。病院甲卫生局积极调查5点悬，根据卫生局统计，基地包括官兵甲员工有13个人出现吐甲流的症状，8名官兵送国军花莲总病院了后，其中2个人留医观察，另外2个人送花莲主治，3人因为症状较轻留伫医护室。嘉山基地里面它是自己有厨房嘛，那但是它是委外厨工啦，那当然我们会针对于他这个厨工做他有没有身体检查，有没有一些伤口等等。卫生局坦白讲，基地厨房毋是餐饮业者，无需要依相关规范留迄天剩的饭菜，也毋过已经派人到基地稽查环境。空军司令部表示，已经保存食物检体，会全力配合疫调查验，也会要求各单位落实环境卫生，防止类似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国安部指控咱的国军持骇客对因来进行网络攻击，而且呢，搁来公布3个人的相片甲名姓，照听读意见来立案调查。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批评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第1名的国家。也那民防的部分，咱的内政部是按算要修法来加设物资大队。也那赖总统也去到南投来关心民防训练的状况。中共升官对台文武恐吓，中国国安部也反甲咱国国军持骇客指控3名现役总统电军军人，扮演网军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除了公布相片甲名，也依照领导意见立案调查，外界比对发现其中1名身份亲像任职国军相关单位国防部长郭立雄，而是严重否定反呛中国才是网攻第1名的国家。在进行这个网攻害亲的这一个国家的第1名，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针对台海情势紧张，民间动起来，福摩沙含义李时珍开杭州计划民防训练，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表示家己伫遮受到启发。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能够自助。政府也强化物资储备，内政部长修法增设物资大队。郭立雄认为，全社会防卫是系组的一环。修法内容将对供应无稳的急救药品，随时立伫必要药品清单，互病院准备好战备药。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呢，必须要成立的若干小组收容或者是物资的部分，我想也是跟大家所熟知的民防系统里面的一个协助跟整编跟处理有关系。台湾面临战备物资不足、军火库存共宽欠，加上美国对台军售用地交付超过20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前军官真海事事件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封锁台湾，台湾恐惊陷入武器用了的危机。
雄风飞弹，或者是国造的天空飞弹，乃至于建造速度更快的无人机，这都是在战时期间可以有效进行自己补充的，就是从台湾的东岸。就是一些友盟国家可能会运输给台湾的一些补给品。尤其台湾甲乌克兰、以色列无共，因为海岛国家形势较歹，造成军队补给更较艰难。学者表示，国军最近几年已经扩充飞弹库存，包括7张标枪、拖式飞弹等第一等武器，数量上看3000粒。战术层面上也会当实施目标，反制强军消耗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咱要来看新北市天高的本土群聚的感染搁再扩大。即马疾管署是来公布搁加2个新的个案，目前已经有6个病例，拢总是天高的病毒的第2型，也就是重症甲致死率是比第1型要搁较悬。所以疾管署提示讲，其实即马真侪人已经开始出现走白甲吐的症头，所以大家千万要爱有警觉。也那卫生局又来宣布讲，3界标到天山公园步道是要封山1个月，民众若准走入去，相当会罚30万。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新店新河里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有袂少居民专工请假来做抽血检查，都惊去为着天狗热，家己唔知影。他有贴那个公告，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你只要通知，担心就过来啊，这样大家都好。新北市天狗热群聚感染持续扩大。疾管署24日公布，佫新增加2例天狗热的本土病例，一个住伫新店，一个住伫中和。经过药调发现讲，这2个个案要伫潜伏期，嘛拢有去过3界庙甲天山公园。甲之前公布群聚的个案是属于同一个群聚的事件，累计已经有6个病例。检查结果拢是去挖到第2型天狗热的病毒，甲一般典型的症状无共款，重症甲致死率嘛比第1型的要较悬。如果说是在新店中和这边的民众，如果在发烧、头痛的症状以外，还有出现腹泻跟这个呕吐的话，不要误以为说一定是肠胃炎哈，希望能够就诊，然后告知医师你的一些活动史。疾管署强调讲，新北市中和的新南里、甲附近的景南里，还有新店的新河里，这3个里会列作是高风险区，设立社区的体检站，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北卫生局嘛宣布讲，3界标到天山公园的步道会封起来1个月。伫出入口的所在嘛会有封锁线甲菜馆制牌，嘛会加派骹手巡逻。民众若是偷走入去，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几日天的大雨，让这山区土石是松又搁软。即马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来提醒讲，小油坑的登山口要往七星山的主峰这个所在是有石头绑了，所以民众慢车过去。另外呢，伫个苗栗的泰安是有发生土石绑了，结果去牵到工人的意外。即马这个工人伫个送医了后是救无回来。领袖中的病部虽然有风望看到，不时也有蓝山的土石滚落来。苗栗县泰安乡苗62山大约8.9公里所在，当日进行病部修缮工程所发生意外，早起10点外亲像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土石松动，当日进行工程的人员甲几乎拢互土石击着。现场工程人员于路面上准备施工工具时，山壁上落石突然砸下，一名工人头部外伤，手有骨折。到达现场之后，没有医师，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勒令现场施工的现场进行做停工啊，现场做一些现场的一个封闭啊哈，等待劳检局中区分局的这边的进行调查。香港受伤的74年厝姓高的查甫人，迄当时伫路中操作工区背对山壁，被呼反应，身体真侪划伤，甲骨头支气，紧急送去病院，忧患死亡。连日落雨也使伫台北市草山国家公园内的七星山主峰步道出现小型的崩落，用管处表示第一时间就赶紧抢修出病道，毋过现场拢关真歹行，提醒游客无必要暂时卖去。那虽然是还可以过，但是它并不是那么安全啦。我们会找专业技师来的一个勘察。气象署表示，24暗到25会阁有方面通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拢会有雷阵雨，尤其东北部、基隆、北海岸雨势较大。日落甲礼拜，东北风影响加上水汽较济，东北部天气也是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巨劫交通的公车去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结果一个人死亡，另外一个是重伤。根据在了解，公车的顶头行车安全辅助系统是有警示的，也毋过驾驶并无停车。台中市政府是来宣布5项措施，除了重罚以外，所有的驾驶嘛爱来教育训练、强化安全措施等等。也若未来嘛会随时去稽查这公车敢有守规矩。台中巨业交通305公车日暗弄到2名女大学生，造成一死一伤，引起真大风波。台中市长罗秀燕立时宣布5项措施，包括重罚业者120万10天内调回全市1300名客运驾驶员教育训练，兼是强化20大条数路口安全措施，延期提悬重大事故记点比重，严重者会当靠补助款加收回头款。佮要求年底进行全面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行车安全补助系统。年底前全面完成安装，并且要求职业驾驶要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范，否则要重罚。根据交通部统计，台中市今年上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有28人，是6度上侪，比去年同期增加23.3%。政府强调重罚甲强制安全措施，只要透过行政上修正公车亏损补贴作业要点，就会当实行。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一套6万9，补助其中49%费用，也毋过行人零死亡，推动联名真肥，真侪公车业者营运困难，体地执行纪律低，爱先为解决路口不当设计，加改善司机过路的劳动环境，这是根本之道。自己去付一半的钱去抓那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我们是觉得很困难。你立法强制他安装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公司业者可能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没有钱，政府应该要全额补助。我们觉得重点应该还是要先从公车司机的劳动环境以及路口的硬体建设来去着手，我们觉得这才是根本之道。交通局表示，保证全市1400台公车，大约也有20%还未安装。若无做到，会以公车客约法则开罚，搁无定期伫路口稽查公车敢是有做到停看型的规定。另外，巨业交通涉事的驾驶车顶所安装的行车安全辅助系统发出警示，依刷无插已经先对业者罚5万。专案台中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侦办，完成以20万交保，也毋过检方考量涉事驾驶经济状况困难，最后以1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以色列伫9月23的时阵，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来发动空袭，拢总是造成约500个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这也是2006年以来伤亡上界严重的一天。伊军是表示讲，即马对真主党的攻击会进入后一个阶段，所以美国是赶紧派部队来因应中东局势。以色列空袭炮火持续几天，锁定黎巴嫩南部加贝卡山谷的160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造成几十年来上界严重的单日伤亡。几十万的黎巴嫩南部加东部居民，伫空袭前有接到要求撤离真主党军火库的简讯。南部港市西顿的主要高速公路客满一辆贝鲁特的汽车，是2006年双方冲突以来上界大规模的规定逃亡。以色列趁顶礼拜比利库加对讲机炸药木马都城，造成黎巴嫩境内真主党高层加几多千人伤亡的时阵，发动强烈攻击，目标是要抢夺真主党过去20年的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伊表示，目前正在准备针对真主党的下一阶段行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讲，这个行动不是针对黎巴嫩，是真主党。For too long, Hezbollah has been using you as human shields. It placed rockets in your living rooms and missiles in your garage. We must take out those weapons. Once our operation is finished, you can come back safely to your homes. 真主党嘛无哩软，连续对以色列北部港市海法发射几落百粒火箭，双方情势紧张。欧元烦恼中东会陷入全面的战争，埃及是呼吁联合国爱随介入。美国国防部证实，正在向中东少量增加兵力，加强已经设置当地的部队，还毋过无提供详细的细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看到这以色列呢来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据点，真侪人是无所在通好避，所以母囝带咧赶紧走向北平，结果交通全安尼塌掉咧。另外呢，有一寡是唔愿离开的人，伊是避去到临时的庇护所。即马烦恼战争愈来愈严重，所以真侪人开始来排队买抢买物资。黎巴嫩街仔头，大家拢真惊吓。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空袭的贝卡省地区，民间陷入火海，惊吓的民众赶紧带旧的火药塞车逃离。以色列拜一大开杀戒，轰炸黎巴嫩几啊个真主党据点，造成严重伤亡。看到战火就要扫掉工园，真多民众只好先从家庭送去安全所在，因有的一堆火药扣入卡车车厢，有的行奥多麦明显超载。蔚南到北的道路车条，占据2条道路，会当讲看不到进步。在中南部地中海沿华沙市塞达，有人选择继续向北逃，也有人秘密改做临时避难所的好好避难。قصفوا حد البناية بيتي كلها انهزت علي وأزمت كتير وهيك يعني عشان هيك اضطرينا ننزح جينا لهون قالوا لنا امين الوضع كتير مأساوي نقطع يعني نحن بطول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 有一寡大地挖进以色列边界居民原本拍心唔退，也毋过为着囡仔的安全设想，也不得已改变心意，撤到庇护所。يعني من أول ما بدأت الحرب يعني القصف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كنا قاعدين بس لما لقيناها اشتدت صار حوالينا قالوا لنا انخرعت يعني اضطرينا انه شو نحمل حالنا ونفل والا لولا الاطفال انا والله ما بتزحزح من مكاني يعني. 不过，随着战火扩大，到底走去倒位才安全，真侪人心中拢有疑问。在这个同时，黎巴嫩部分城市街路已经出现白金灯、枪被棒甲加油情形。专家更加烦恼，那美国甲伊朗也插入这场冲突，恐怕会为中东地区带来更加大的灾难。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再来看阿富汗女性精英去到联合国，要求国际社会在面对塔利班政权压迫女性甲查某囡仔时，应该都要有女侪行动。就连美国的影星梅丽史翠普也来参加活动，到收听。美國影后梅麗史翠普23日喺聯合國活動，聲援阿富汗女性時陣講法正大。And today in Kabul, a female cat has more freedoms than a woman. A cat may go sit on her front stoop and feel the sun on her face. She may chase a squirrel into the park. A squirrel has more rights than a girl in Afghanistan today because the public parks have been closed to women and girls. 梅麗史翠普講，連鳥仔攏會當快樂地唱歌。阿富汗女性煞袂使，中國嘅塔利班政權以消除惡習、弘揚美德為理由，頒布新嘅法令，禁止女性佇咧公共場所發出聲音，面也袂使互人看到。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表示，阿富汗女性甲查某囡仔正面臨到性別歧視，抑個壓迫嘅深切嘅危機。冇互婦女受教育，冇互因擔任領導角色嘅就業機會，無成立因嘅權利甲自由。阿富汗將會永遠無法度喺國際舞台得到因應該有嘅地位。Including speaking in the public, to see their voices are represent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listens to it. The ministers listens to it, and we have celebrities. I think it's a small sign of hope that is created for the women. 這場活動是由愛爾蘭、印尼、瑞士加卡達嘅常駐代表團加阿富汗婦女論壇共同舉辦，有幾多位不敵咧阿富汗政壇做伙實嘅女性政治人物責任參加。婦女事務部前任嘅部長薩拉比，塔利班第一遍掌權了，阿富汗重建嘅改革人士。外交部人權加婦女國際事務司前任司長瓦達克。阿富汗前任嘅外交官、人權活動人士、婦女活動人士，抑個阿富汗下議院前副議長庫菲，因攏真有能力無私予男性，也知影講家己國家嘅女性同胞，做賣處境是愈來愈害。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刑事局查到一宗假 IG 網搶的投資詐騙案，這個集團是講投資是穩賺未賠，所以拐人來落錢，再擱喺後台改收益記錄，互人了準家己是真正有賺到錢，願意擱加錢落入去。警政署統計，這一個月來已經受理2萬件詐騙案，金錢的損失是超過100億。刑事局頂一日喺台南甲高雄
掠到诈骗集团的机房，扩大清查了后，计共有45个人受害，诈骗的金额要到500万。该集团以个人工作室经营诈欺机房，假借网美名义，谎称合法投资公司，诱骗投资。根据调查，诈骗集团会用秘鲁的相片，经营假的 IG 口罩，透过分享投资有趁钱的消息，请受害者来投资，而且佫骗讲这投资是稳赚不了，互受害者继续把钱降落了后，变做下目的记录，互受害者是信甲啪。受害者若想讲有趁钱，要把钱摕回来，因就会找理由拖时间，互交易无法度完成。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因一个月来受理2万多件诈欺案，财务损失的金额超过100亿。大部分诈骗的信息是以伫网络等社群媒体较侪。助理说，只要投入储值金40万，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潜力股名单。网际网络的这些的平台业者，或者是电信的这些业者，就可以把广告做一个下架。只要把源头阻断掉了，人们没有接触到这些讯息，这个诈骗就会降下来啊。为了加强了诈骗，若警方有反诈骗的专线，证交所嘛推出5支反诈骗的行动，呼吁投资人千分的电话都莫接，若无啥了解的网址甲连结都唔通点，而且阁要甲66间监管商合作，打造联防反诈骗。在证券商的下单的界面对账单的置入反诈的警语，并加强关怀高龄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建立同业之间的照会机制，包括账户的认识跟账号之间的通报，还有拒绝往来账户等等，建立这种联防通报机制，让我们的账户签存解除作业更顺利。主动网络投资诈骗，证交所除了每一天收集可疑诈骗投资的广告，即时向警方等的单位通报，嘛要透过宣导提升民众分辨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电钱到底敢会搁再起咧？即卖咧，因为政府的总预算互立法院甲摕倒来，所以风声伫年底之前，台电1000亿的预算若准无入来，这10月电钱可能会搁起13到14%。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这民生的电钱千万的尽量莫甲叮当。要毋过，伊家己的官社煞标出伫6月至8月，这电钱是爱15万。杜英泰是讲，伊逐礼拜伫官社敢若2天尔，所以会赶紧请人去检查。4月这条关电价传出台电评估年底前若是1000亿补预算无入来，10月电价会阁起13%至14%。政府总预算已经互立法院退回，这礼拜电价审议会要阁召开，电价是毋是起价引起众人的关心。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讲，期待无调整民生电价，尊重电价审议会的决议。你们这是情绪勒索吗？甚至什么？这恐吓取财吗？你一下子一定要给你拨补，你拨不我就要涨你的电价。电价审议委员的这些先进们，都会观测到整个社会民生的需求，民生用电绝对不要。这是我个人的期待。不要涨了。台电回应尊重国会审议，绝对无危险。若定价，明年政府水电费预算嘛增加25%，互立委这支预算加偏真济。杜英泰是买回是过去3年预算无反映起价，不过电价争议嘛受到杜英泰关切。立委讲6月至8月电费将近15万，挖近2万度，比去年同期增加4000度的用电。杜英泰讲6月底寒梯整修完了后，家己一礼拜敢若使用寒梯开会2天，厝的人无伫住，坦白讲用电有够用，已经请台电的人来检查。用电的异常，我也觉得怪怪的哈，所以我们会请电力单位来做一些用电的检查。对于在野立委要求补助禁发补偿金加工人收估价的预算，不过杜英泰坚持禁发补偿金偏加1倍预算无合法嘛无合宪法。对总预算伫听书委员会互人动落来，杜英泰讲爱个沟通讨论。我们对宪法跟法定的预算程序必须要维护，必须要维护。但是卫福部长邱泰源因为亚讲，赖总统敲电话嘛，环境部长彭启明的适应风波，备询的时阵嘛上演大和解，两个人甲杜英泰做伙握手。对于官员用词不当，杜英泰表示，家己甲首长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红某结婚会当做伙食到老，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伫高雄，就来举办结婚50周年的活动，有300对红某报名来参加，做伙翕相，搁食喜饼，嘛大方来分享婚姻久长的秘诀。75张，我已经97了嘛，97了，95。结婚70年了，
轻轻啊，甲太太的手牵起来，因拢是结婚超过70年的翁仔某，来参加今年高雄市社会局举办的银发婚姻纪念活动，问因安怎互这段婚姻行甲久久长长，答案拢同款。互相忍耐啊，好吧？怨天怨地啊，无好啦，就食好食歹，就无怨气。大家有一句话哦，无冤家不成夫妻啦，但是大家要互相谅解啦。若冤家就爱如何想讲较好啦。高雄市社会局伫咧中央节进前邀请300对结婚超过50年的翁仔某做伙来饭店翕相、食喜饼、斗闹热。社会局表示，资本开放110对来报名，想袂到有300对拢来报名，其中59对翁仔某每日对看超过1架子，事实看到拢真新鲜。我跟我太太也是20年了，那我觉得20年很不容易。那50年那是更不简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婚姻啊能够这样子维持啊，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人伫咧讲翁某恩爱，人和乐，互相尊重，无烦恼。这个时代建议夫妻爱互相尊重，莫互相气嫌，安尼翁某才通牵手一世人。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有一句台湾话讲，这食鱼食肉也着菜价，也就是讲，逐项物件拢爱食好济，人才会健康。也若这世大人较无喙齿，也是讲较步无法的人，定定就因为安尼来影响着因的胃口。根据调查，全台湾是敢若6%的世大人有达到国健署的建议，所以营养师就来呼吁民众，即卖呢世大食饱已经毋是重点，爱食好营养才是上界要紧的。桌顶摆的刀卡有菜有肉，时大手提碗盘当得经暗顿的配菜。根据国健署的建议，逐工爱食着5谷菜色、蛋白质类等6种食物营养才会平均。为着要了解时大食食的习惯，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有做调查，发现敢若6%的时大有做较高，其中定人含水果是上恶达成的。那坚果就像刚提到的，我们1汤匙的分量可以搭在它的日常点心或是早餐当中。那水果可以在饭后的时候也是1个拳头大小的分量，所以就用拳头或者是掌心的分量来确认。调查嘛指出，有9成的时大认为家己有食饱，毋过煞有7成以上的时大3个月来有变瘦的情形，恐惊影响到健康。营养师呼吁食好营养佮平均才是重点。为着要互时大食到健康佮好补，国健署毋有拍煮食教学影片，8月嘛有针对时大办料理比赛，有社会组的参赛者鼓励2人看影片学做适合时大的料理，佮在比赛中摕到金奖。本身伫菜市场在卖菜，老伙拢甲我讲哦，阮附近的那个什么长青食堂做的物件就歹食，无就是补袂烂呢。我定定就因这 information， 所以我才讲老伙爱食的物件就是一定爱煮烂，佮切落幼幼。另外，也有饭店的总铺师来参加国健署的料理比赛，因表示透过国健署的辅导，嘛较了解时大的需求。阮有去上课，有去，伊有来甲阮辅导，辅导了，阮就依照伊遐规范甲规定，阮去做，安尼伊迄个质地软甲程度，阮拢有配合着咱的咱的国健署吼，来推动遮，所以阮就遵照遮来，互遮咱长者来使用安尼。国健署表示，这是因头一届针对时大办料理比赛，拢总有193个队伍来参加，有分做专业组、校园组、甲社会组。参赛者有来自社区的食堂、饭店，也是病院的营养师和学生等等。国健署希望透过比赛，鼓励民众通继续推广适合老人的煮食方式甲营养的料理。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的羽毛球伫奥运有真好的表现，所以即马咱国内拍羽毛球的人嘛对咧增加。刚建议是来开发出会当自动侦测拍球趋势的系统，会当来分析每一个动作敢有做正确，嘛会当记录球的速度甲角度，用科技和训练更较专业。体育馆内面拢是下班来拍球的民众。根据体育署统计，台湾球类运动第1名，以羽球运动人口上济，有300万以上，而且有愈来愈侪人的趋势。即马透过工研院 AI 技术来分析拍球的趋势位置，就亲像有专业教练伫咧边仔同款。觉得还不错，就是像我平常想要加强练那个杀球的部分，就是 AI 羽球教练就可以就是专门针对我那个杀球的角度啊，还有一些力道的部分来做一些分析。
起来就是我可以省了一笔教练费，然后加上我又透过这些数据，我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我罚球或者说我杀球的感觉。研发团队指出，系统是透过头前的高速相机监测器，给人伫运动的时身躯的关节甲刷振动的姿势，全部记录落来了后，判断出体验者的能力，咪当知影家己拍球的姿势敢有正确。是透过高速的3D 视觉，那我们可以在1/10秒内就可以分析出你现在击球的球速，那甚至是角度，那还有落点。让使用者能够快速的知道现在自己的一个球龄，或是自己的一个运动实力，那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有效率的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系统目前已经参新德馆运动馆合作进行测试阶段，希望透过科技来达成运动科技化，培养出更加多优秀的运动选手，继续为台湾争取好成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澎湖北海伫水深18到20米的所在，有志工咧进行生态巡逻的时阵，发现古早时的遗址，这是超过100公尺范围的玄武石条，大基拢摆甲真整齐，边仔慢慢亲像是互人摸过共款，所以志工是报互相关单位来调查。也那文化部是表示讲，即马已经甲志工联络，会派人去看详细。海洋志工来澎湖北海进行生态环境巡查，创落18公尺深，发现真特别的景象。一沓超过100公尺的海域，有真侪玄武岩石条，有圆形的，有四角形。共同特点是外观敢若有磨过，无尖角，真坚固，摆列嘛真整齐。发现的志工怀疑是不是古文明遗迹？人为刻意摆上去的，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老祖宗在建构那种石户的那种做法一样，我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蛮整齐的一个路线，一个空间在堆放的。志工进一步指出，石条摆列真像石虎形态，真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只是巡查当时水质正落，无记录坐漂，会听候海洋稳定时阵，搁再探访，也希望相关单位调查。他们没有确切的坐标那大概就是在那个空壳屿附近，也请他们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提供我们资讯下一阶段我们会委托我们的中央研究院跟张振华的团队继续来做这方面的调查。文化部文化自然局表示，澎湖地理结构真特别，南北海嘛拢有类似海底遗迹的团水，虎糋沉城都是团水之一。志工即届发现特殊的海底景象，会进行必要的调查甲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金兴宫伫将军溪的岸边有设一个白搭亭，这是庙方会来清水的圣地。这项仪式到今已经有上100档的历史啊！也毋过前几工所发现讲有人来遮乌白倒粪扫，拢总是有要挖50栋的粪扫。因为这现场是无电杆，所以台南市政府当咧调附近的电杆来看，若准抓到人，就会送地检署来侦办。废弃土砂木材、塑胶品防弹甲满世界，这毋是粪扫场所有大量的废弃物囤干那山。台南将军区金兴宫的白搭亭，这一半是庙地，一半互政府征收做使用。即阵所有人伫遮乌白倒将近50公吨的粪扫，在地居民推测这应该是伫北搭放甲烂去，才去运来遮，认为这款行为实在伤过分。这溪边的土地拢有人来偷盗，但是毋捌倒遮济啦，一定是别人别位赶伊个车过偷盗的啊。叫奥秘的对。是啊。阮昨日查迄个资料，就是去遐咧变物件，伊讲迄个拜六早啊，就是迄个买拜5暗拜六早啊3点外，有看你喺倒。金兴宫是地方大票，即回听要伊即件代志，主要因为每当便拿大德公圣诞，因固定会去白搭亭边仔溪花做请水甲吊冰上的考级，落尾才搁摕倒去庙内顶放。但即阵连新名的请水圣地，嘛有人甲乌白乱舞。市府指出，相关单位已经在调查。将军溪旁的也算是防汛道路，是属于市府的一个土地那权管单位是我们的水利局，那我们也有通报给水利局。那市府环保局的相关单位，在我们了解之后也
在礼拜天就有到现场来做过勘查。目前在调阅相关的监视器查证当中，那现场也已经采样送验，后续如查获行为人者，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外，并将处以600万元以下罚款。因为所在较压贴，加上附近并无啥物电杆，公所讲后续会去参市府讨论来证实监视器防范安尼情形搁发生。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宜兰的头城有一个渔民林天明，伊最近去获到一粒20公分的龙姜贝，有人要出16万要来甲买，嘛有人出12万讲要来放生。落尾这个渔民是决定买12万来放生。叫毋过外界所来质疑讲，这个渔民的掠鱼所用的拖网啊，敢有违法？好来，放下去，放下去，放。渔民甲掠起来龙姜贝，搁放倒去海里。因为有人出12万的价钱来买，希望会当甲放生。头城的渔民林天明，钓一粒用拖网仔的方式，获到一粒20公分的龙姜贝。这个消息出来了后，有人出16万的价钱要来买，不过将其买，林天明也是选择卖互买来放生的人。一个出10万6千，一个出11万，头拄这个搁一个出12万，即马最后一个出16万。帮叫我帮伊再出去遐去甲放生，原位我拖的原位。莫搁去拖到的位。这种龙姜贝是分布伫日本、台湾甲印尼的烟花，是伫古生代汉武纪的时代出现，到新生代就开始豆豆灭绝。因为龙姜贝保留原始2对翅，还有2对腰子，所以嘛红号做是活化石。龙姜贝红浮起来了后，就要饲伫15度以下水温才会活。渔民家放伫低温的水内底，嘛提供上诉，总算等到买的人。不过，这个事件嘛引起外界质疑讲，拖网的这个渔法应该来禁止，避免破坏生态。也若国立台湾博物馆是透过人民策划讲，希望龙姜贝会当回归大自然。目前最主要是现在，渔民已经在有些从事渔捞化，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个抵托事业，避免说直接进化造成他们的生计影响。目前宜兰县核准的拖网渔船有235只，依法伫3海里以内是禁止拖网啊。若50吨以上的渔船啊，是禁止伫12海里以内用拖网的方式来掠鱼啊。这个姓林的船长的行为，初步调查是无违法。官府讲，若向向禁止拖网的渔法，恐惊会影响渔民的生活，会配合中央的政策辅导转型。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嘉义的东石，除了有真出名的蚵仔以外，迄带的生态嘛是真丰富。有一个来推动社区营造甲村落文化发展的团队，结合宗教甲地方的文史来举办行托的活动，希望互民众对东石有新的认识。伊标定向大家讲东石较早的故事，带民众去到地方的信仰中心找找历史，结合地方的故事甲强调的文物。要互大家用无同的角度来认捌东石。我是大人吼，用讲故事甲咱讲嘛。啊，除了这以外，就是爱有庙的吼，像这有一寡老庙，100-200年以上的历史的，咱就爱对这个庙的历史吼，内底去找一寡蛛丝马迹吼。安尼靠我都去了解讲大家征讨因的历史是安怎。就我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来听。那我自己本身在台南的话，也会多带小朋友去一些校外教学的活动，然后希望小朋友可以因此，然后对自己的家乡多一点认同感。推动村落文化发展的计划团队，用五川、港口川、甲三家川做背景，整理地方的历史甲产业的演变，来保存地方的文化，嘛透过这个内容，想要替地方找到发展的机会。宗教有宗教的这个传承啦，吼咱地方嘛是这种故事嘛是爱传承落来。真欢喜啊，就是会使了解这个老故事这样子，我会做欢喜安尼啊。因为即摆少年的较无咧了解这啊，所以我嘛感觉我有这个使命爱甲传承落啊。计划团队指出，伫庄口所在过去的历史拢无较正式的记录，拢是靠长辈的记忆来传承。因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先保存找到的资料，嘛希望带动更较侪人来重视庄口的历史，协助斗找更较侪地方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台湾博物馆是以神仔、草莓仔甲豆贝仔这3种汤拖来做主题，举办9个月的展览，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带因的孙哪看哪分享因囡仔时的记忆。
两只乌龙仔搭来搭去，这是对中国唐朝开始的搭乌龙仔文化，一定有9000年的历史啊！通摊学者尤炳世收藏真侪搭乌龙仔的文物，伊讲较早大家会搭乌龙仔来博钱，毋过即马较罕咧看到啊，搭乌龙仔变做是一种文化的保存。咱台湾大概拢算较侪晚上，较早较有迄赌博啦，即嘛无啊啦，茶余饭后，从我到有市，你到有市。无咱来人看卖咧。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以蚬仔、草莓仔、甲杜白仔这3款汤摊为主题展览。透过这届展览，互馆长想起细汉的时，用蚬仔脚去换鸡仔冰的囡仔记忆。第一种就是台语讲的这个草泥工，吼。第二种就是杜白仔。第三种就是红波车啊，无就是叫做蚬仔，吼。看足侪人一定有足深的记忆啦，吼。比如讲，伊细汉的时阵，捌去收集吼伊的壳，啊无车久的壳，100只会使换一角，吼两角会使换一个起仔冰。这届展览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文物，叫做菊蚬仔，是古早人用鸡仔造成的蚬仔造型。台博馆这个展览为期9个月，希望阿公阿嬷带孙仔来讲家己的囡仔记忆，增加囝孙仔之间的感情。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有人讲这流浪狗是阿查食阿查肥，啊，毋过其实伊嘛真需要照顾。根据农委会统计，即马台湾是有15万只的流浪狗。为着要互囡仔有正确的观念，大基本创意园区是来举办流浪狗绘本的讲故事活动，透过艺术，互囡仔来了解流浪动物的困境，也来建立保护动物的观念。若看到古水的狗仔、猫仔，不少人拢会想要饲，但是要饲就爱家饲一世人。为着互囡仔人有正确饲宠物的观念，台基文创意园区就办讲流浪狗绘本故事的活动，互囡仔人了解流浪狗伫街仔路无通食、无厝通好回去的困境。咱这本绘本主要是要甲小朋友讲，后盖若要饲什么宠物，唔好乌白饲，爱想好，因为你饲动物甲饲囡仔无啥物区别。拢是爱有爱心、耐心。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大概有15万只流浪狗，除了违法的贩食场，狗仔、猫仔家己走无去这原因，大部分的流浪狗拢是因为去互主人放杀。透过活动，希望建立大众保护动物、爱惜动物的观念，可会当趁机会练台语。囡仔拄好对台语有兴趣，啊嘛，迄个对动物就有介意，所以想讲带伊来这个活动。啊，上这拄好嘛，使互囡仔知影，就是对动物爱有责任。有淡薄物件我嘛袂晓讲的台语，就是一起来学台语安尼。台语文园区表示，因逐个月拢会安排无同主题的台语讲故事内容，有趣味性、教育性，透过活动，甲绘本的内容延伸到生活中的议题，对囡仔人台语的理解甲学习嘛拢有帮助。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来看由英国表演公司所规划的大型骨牌装置艺术，最近是去到加拿大的 Toronto 来演出，当地人是相争来看，要来看8000外地的骨牌倒落去的情景。新闻带大家做伙来欣赏。骨牌一个一个倒落来过程，所有人拢举手机咧翕，想要甲记录落来。由8000外底大型骨牌组成的公共装置艺术，今年头一届来到北美洲。伫加拿大第一大城多伦多，这届骨牌有甲2.5公里长，路线沿滨海街区一直到公园。骨牌一个一个倒去，烧台过程有甲半点钟，大家是小静来看。I was watching the boat up on the hill, and you could see the crowd as they turned, and you could hear them cheer, and then they cheered again when it tumbled off the boat. 这个由英国表演公司策划罕见大型的装置。透过甲骨牌摆伫个生活当中会经过的徛街、甲店头附近，要来优化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尤其伫加拿大，有43%的民众真罕甲厝边斗小借问，即个参与这个活动，会当趁机会重建社交的联络。It's really a chance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out of their homes, to meet their neighbors, to be part of a collective building exercise together, and ultimately to feel better connected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like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dominoes are actually connecting all the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ll the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 neighbors living in tho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nd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oo. 大型骨牌艺术，2016年伫法国普尼岛公开了后，
已经伫欧洲、澳洲、甲南非等等全球20外个城市展示。即个来到多伦多，出动200外个志工，用几啊点钟的时间，甲骨牌藏好好势。地地举行的时间，已经有真侪在地人留下真深的记忆。公司新闻杨眼编译。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咧？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